第二日參觀過鶴咀柳宴，再起程去大慈恩寺、鐘樓、回民街、西安博物館，夜遊大唐不夜城，走遍大唐的景物。大雁塔敲鐘祈福，大雁塔。男團有影相留念。西安博物館透光頂，2晚入住西安自選假日酒店，早上起床食早餐，準備出外遊玩。小雁塔又名占福字塔，始建於唐中宗景龍年間707-1710年，它是唐代密密禪式磚塔的代表。小雁塔在歷史上曾多次遭受地震，塔身出現裂縫，但又神奇地合攏，被尊為神合的奇蹟。團友由領隊帶領四處參觀，留意塔尖被地震震掉。院內環境清幽，種植了竹樹。經歷朝代轉變，占福寺和塔院的命運也經波折。寺院曾被毀後重建，小雁塔也曾被佔用為軍事用途，寺院也曾作為學教用途。敲鐘祈福。為了傳放唐代高僧義證從天竺帶來的佛教經卷、佛圖等而建。寺院內一草一木都好值得慢慢欣賞參觀，女團友都非常開心去拍照。跟住去參觀附近一個博物館，西安博物館內文物眾多，好有歷史價值嘅青銅雕刻，栩栩如生，佛像雕刻，青銅做得好精緻。跟住坐車去食過午飯，每一餐都有新鮮感較，滿一台餸菜，食得非常開心。食飽帶我哋去行步行街，街名叫做回民街。點解叫回民街？以回族居民聚集而聞名的地方。其歷史可追溯到唐代、清朝時期，回坊逐漸發展為回族商貿活動、專賣銀器嘅鋪頭，可供遊人拍攝嘅唐代女皇帝。回民街鐘樓是指位於中國陝西省西安回民街入口處的鐘樓，附近橫街好多商鋪可供選購。但是夏天天氣實在太熱，以前啲人好冇有力。跟住參觀大慈恩寺。大慈恩寺是中國著名古寺，始建於唐朝，至今已有1300多年歷史。它是最初由唐太宗李治為了追念其母親而修建的。此後1000多年來，慈恩寺成為中外佛教家人士崇拜之地。代院內供奉佛祖釋迦牟尼。院內地方好大，值得欣賞。唐貞觀10年636年6月乙卯，太宗文德皇后駕班，
11月更人葬於昭陵。大慈獅子的門票為40元。每個角度欣賞佛塔都唔同感覺。租借唐代服飾拍攝，有足感覺不會世俗。5、6點去食一個晚飯，準備參觀下一個節目。大唐不夜城是一條街，以唐朝嘅建築為背景，步行街燈飾及表演。當地居民都喜歡著上唐代服去行街。呢度表演嘅場所，由人眾堆欣賞藝人表演。夜遊步行街人流非常之多，天氣比較涼爽，請攝影師拍照。在這裡拍照好，有回到唐朝的感覺。1個多小時遊覽，坐車回酒店休息，明天再有行程。歡迎免費加入我頻道，過2日再見。